泡泡瑪特 Pop Mart 啱啱就公布咗年度業績啦。2024年收入按年增加咗107%，去到130億元人民幣啊。全年純利咧就大增咗1.9倍，去到34億元啦。咁仲有啦，毛利就增加咗1.25倍，去到87億元啦，相當於咧係66.8% 嘅毛利率啊，咪增加咗5.5個百分點啦。泡泡瑪特就話咧，主要咧就係由於港澳台同埋海外渠道收入佔比嘅增加，不斷優化供應鏈同埋成本控制，咁仲有咧自主產品佔比提升啊，仲有咧就係因為外採商品咧逐漸減少啊。2024年度咧有13個 IP 嘅收入咧係破億元嘅喎。嗱，我哋按收入排序睇下4個收入最多嘅 IP 啦。嗱，呢幾個 IP 啦，去年嘅收入咧都超過10億元㗎。嗱，包括排喺第一位嘅咧就係 The Monsters， 第二位嘅咧就係 Molly， 排喺第三位嘅咧就係 Skull Panda，排喺第四位嘅咧就係 Cry Baby 啦。喺 Labubu 熱潮帶動之下咧 ，The Monster 系列啦，全球迅速走紅啊！2024年相關嘅收入啦就有30億元啦，大幅增長咗7倍咁多。嗱，收入佔比咧就係由5.8% 啦，大升去到23.3% 㗎。嗱，至於泡泡瑪特啦，多年嚟主力嘅 Molly 相關嘅收入咧都有持續嘅倍數增長㗎，收入咧就按年增長1倍，去到20億元啦。收入咧就係僅次於 The Monster 嘅啫。咁啊，至於 Skull Panda 咧，去年嘅收入咧就增長咗28% 啦。嗱，雖然咧係呢4大 IP 當中咧增長得最慢嘅，咁但係仍然咧都貢獻咗13億元嘅收入啊。咁所以咧就係排喺公司嘅第3位㗎。嗱，至於排喺第4嘅咧 Cry Baby 啊，年度收入咧就有11億元啦。去年按年增長咧係有15倍咁多，增長嘅速度咧係更加超越咗 The Monsters 嘅喎。嗱，以區域劃分嘅話咧，泡泡瑪特去年咧喺內地嘅收入咧就佔咗79.7億元啦，按年增長咧有52%啊。咁而港澳台同埋海外業務收入咧就有50億元啦，增長咧就有375%，佔整體收入咧就有38.9% 㗎。海外市場啊同樣係錄得強勁嘅增幅啊。嗱，去年東南亞嘅銷售增長咧就有6倍咁多，同時咧北美市場咧亦都升咗5倍咁多㗎。嗱，展望未來啦，泡泡瑪特嘅董事長兼 CEO 黃玲就話咧，2025年啊預料咧係按年會有50%以上嘅增長啦。咁特別咧海外同埋港澳台地區嘅業務咧可能會有100% 以上嘅增長㗎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㗎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咯噃，拜拜。